古装的，你看韩国的古代服装也是学中国的呢，学中国的有中华文化的影子了。日本的服装，你看那个和服，那个也是唐朝文化的，唐朝文化影响到日本、韩国了。你看3.8万位用户呢，在 Facebook 发布有关抓嘛，这么多年有关韩剧的，韩国文化的，有关韩国文化的网络资源，你看也很多了。抓马 Korea 有没有？抓马 Korea。